一類型嘅活動都唔錯，因為佢係可以即係吸引到唔同嘅地方嘅人嚟呢一度一齊擺一啲攤檔，同埋全部都係要加工㗎嘛，咁就其實都有可以推動呢個文化嘅一啲產業咯。澳門嘅市場實在太細啦，澳門人口少，自然你裡面出嚟嘅做呢方面嘅人自然會少咯，而且接受呢方面感興趣嘅人就自然就會都係少嘅，咁所以喺市場上面嚟講咧，國內嘅發展會大啲咯，因為你某一定程度你就算小圈子都好，一小撮人拜你嘅都有一定嘅人數喺裡面，但係澳門嗰一小撮人就係可能都係得嗰幾個10零個咁樣拜你啲嘢，即係維持唔到你嗰個運作咯。如果政府咧可以有實質嘅支持最好啦，因為而家咧就佢都有支持嘅，但係佢就係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咁樣啦，因為我哋比較係即係算係咩咧做得耐少少嘅，咁譬如可能政府上一年開始有啲文創團體咁樣，咁會帶你哋去交流啊咁樣，類似咁樣啦。咁而家開始有啲啦，但係佢話譬如實質可能係資金嘅資助或者咩，其實係未有㗎呢啲，係啊。咁如果可以譬如覺得你個單位係 OK 嘅，咁可能有啲咁嘅資助咧，我覺得會比較好咯。因為咧，即係譬如可能頭先我同有一檔咧係即係做相機帶嘅都傾過，佢哋投資第一批嘅本係好多，佢哋要自己揞錢落嚟。咁譬如因為你投資嗰一批咧，譬如可能做一個帽或者點樣啦，佢嗰啲係最高成本嘅。咁如果你做之後再翻做，咁平好多噶嘛。咁如果佢可以有啲呢方面嘅支持，可能會好啲啊。就是在創意這個東西，我覺得可能就是要先從自己做起，不行說一直比如說國外或者什麼東西現在很厲害，我們就去照它的方式去做，反而是要走出自己的一條路。對，可能就是比較不一樣的東西，而不是說大家一直朝着什麼東西很好做，什麼東西現在是大家最喜歡的，我們就一直去朝那個方向。我覺得可能自己要有一個想法，或是比較獨特的一些idea 或者什麼的。大家首先還是要堅持原創，有自己的東西，要發展起來，一定先是這個自己做好，才能夠去帶動別人。然後應該多交流吧。我覺得現在交流，說實話，覺得還是有點少的。應該多交流。